大家好，我係 Florence 啊。今年嘅1月頭，馬歇爾基金會公開咗佢嘅一份報告。報告嘅內容全部都係假設咗，如果中國攻打台灣失敗咗，會有啲咩代價。佢冇講到如果成功咗，會得到啲咩好處。如果你覺得呢一份報告係多餘嘅話，就唔好聽啦。因為假設嘅嘢好難作準。呢一份馬歇爾基金會嘅報告係12月嘅報告，但係佢係喺今年嘅1月5號先至公布。份報告係咁寫嘅：習近平為咗攻台合法性，佢提出咗2049中國夢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，而統一台灣被認為係一個關鍵嘅目標。但係因為台灣問題而爆發軍事衝突嘅話，就會帶嚟巨大嘅經濟混亂、災難性嘅軍事損失、嚴重嘅社會動盪同埋毀滅性嘅制裁。咁樣會令到佢嘅中國夢變成噩夢，仲會削弱佢嘅政治權威。所以習近平必須衡量一下以武力統一嘅潛在利益同埋潛在嘅代價。作者假設武力攻台至到被其他國家制裁，呢啲事會喺2026至到2030年間發生。第一個可能性係幾個禮拜嘅小型衝突，中國封鎖咗台灣，控制咗佢哋嘅港口，而台灣同中國嘅對峙主要係喺海面同空中嘅對峙，冇其他外國人嘅參與。台灣同中國喺幾個禮拜之內，好快就達成緩和局勢嘅協議。第二個假設嘅局勢就係長達幾個月嘅軍事衝突，唔單止有台灣同中國嘅軍隊，仲有日本同美國嘅軍隊。一開始解放軍會登陸台灣，幾個月後佢哋會返回大陸，但係就控制咗金門同埋馬祖。解放軍會損失10萬人，台灣會損失5萬軍人、5萬平民。美國會損失5000軍人、1000個平民，日本會損失1000個軍人、500個平民。國際社會嘅反應將會係由美國主導，而跟隨住美國嘅呢，會係7大工業國：加拿大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、日本同埋英國。喺唔同嘅情況，國際社會會有唔同嘅反應。大致嚟講，會分為5個行動。第一個係雙方或者多方嘅外交行動。第二個就係國際機構採取多方嘅行動。第三個係專門針對中國精英嘅行動。第四個就係針對安全嘅外交行動。第5個就係對中國海外商業活動嘅限制。如果係第一個情況，小規模軍事行動嘅話，國際社會都只係做一啲外交嘅手段，包括發佈針對中國嘅旅遊警示，發表批評性嘅公開聲明，拒絕出席一啲喺中國嘅會議，驅逐中國嘅領事同埋領事館嘅人員，召回駐中國嘅領事同埋撤僑，仲有就係禁止武器輸出中國。另外，佢或者會做嘅呢，就係禁止科技合作同埋制裁中國嘅商業機構。不過呢啲代價，相信中國係可以承受得住嘅。如果係第二個情況，升級到成為戰爭嘅話，
咁國際社會就有機會要退出一帶一路嘅項目，退出金磚國家，退出上海合作組織，斷絕外交關係，禁止中國精英外出，禁止中國領導人嘅訪問，凍結中國領導人嘅資產，禁止中國艦隊嘅停泊，禁止中國嘅商船停泊，禁止中國飛機飛越領空，限制能源嘅合作，禁止中國大外宣，同埋推動重大嘅國際活動。不過，佢認為喺咁多嘅國際社會行動裏面，只有4項對中國嘅打擊係比較大嘅。第一項就係凍結中國領導人嘅資產，實行呢一項嘅機會率係比較高嘅。而其他3項包括同台灣簽署同盟條約，承認台灣獨立，同埋成立亞洲版嘅北約。但係實行呢3樣嘅機會率就比較低啦。喺呢個世界上，仍然有幾個國家係保持中立嘅，例如瑞士、奧地利同埋哥斯達黎加。佢相信，即使中國係武力攻台，呢啲中立嘅國家亦都會繼續保持中立嘅。佢哋不太可能對中國採取任何制裁行動。唔好忘記，中國都有自己嘅好兄弟，佢哋係俄羅斯、白俄羅斯、伊朗、北韓同埋巴基斯坦。呢啲兄弟會繼續支持中國，因為佢哋希望喺佢哋有困難嘅時候，中國亦都會支持佢哋。返嚟經濟方面，一項經濟報告話，即使係小型嘅軍事衝突，都會對中國嘅經濟造成毀滅性嘅打擊。中國會損失至少2萬億至到3萬億嘅美金，而彭博嘅分析師就認為，至少會損失10萬億美金，因為佢要考慮到中國嘅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有20%，高過美國嘅10% 好多。而中國有13% 嘅就業係關乎出口經濟。中國嘅農產品、能源同埋礦產都係靠入口嘅，大部分都係海運嘅添。中國有擁有3萬億美元嘅海外資產。如果發生軍事衝突，呢啲資產就會有被沒收嘅風險。仲有36000億美元嘅海外直接投資，呢啲投資亦都會有被切割嘅風險。另外，而外國嘅企業投資同埋工廠都會由中國撤出，對經濟嘅影響係會持久嘅。跟住，中國嘅經濟要由依賴全世界嘅出口型經濟轉做獨立嘅經濟，要靠自己嘅內需去支撐經濟增長。而家嘅金融市場、外匯市場、資金市場通常都低估戰爭嘅可能性。喺戰爭未去到不可避免之前，市場對局勢升級嘅容忍度都係非常之高嘅。但係當戰爭嘅風險提高嘅時候，市場嘅反應就會忽然間加劇。到時市場就會考慮禁運、制裁同埋同世界經濟脫鈎，對中國嘅經濟、台灣同其他亞洲地區嘅經濟有乜影響？不過呢份報告話，中國對台嘅小規模行動，例如空域嘅封鎖同埋海上嘅封鎖，並冇對台灣發動全面戰爭嘅話，咁對世界嘅經濟就唔會有好大嘅影響，國際社會就唔會對中國採取反制嘅措施，例如禁運。但係呢啲封鎖嘅行動
就會影響到出入口經濟，保險公司就唔會去承擔戰爭嘅風險，到時可能台灣要實施出口管制，而台灣出口全世界嘅晶片佔咗60%，通常嗰啲買家都會有幾個禮拜嘅晶片存貨，所以短時間內唔會影響到電子產品嘅供應。但係台灣嘅電力幾乎完全係依賴入口嘅天然氣同埋入口嘅煤炭。如果台灣海域係被封鎖嘅話，佢嘅經濟就會即刻受到嚴重嘅打擊，佢即時就需要實施電力配給。外國投資者投資喺中國嘅股票同埋中國嘅債券，佢哋套現可以快一啲，但係喺中國嘅28,000億外國直接投資，睇返2021年到2022年，以俄烏戰爭嘅經驗，嗰啲外國企業係唔願意轉移資產，因為佢哋驚走咗之後就失去咗嗰個市場。但係如果行動升級，演變成為大規模戰爭，美國就會對中國嘅金融體系實施經濟制裁，人民幣會貶值，令到中國買石油變得越嚟越貴。同時，中國亦都會拋售美元去托住佢嘅人民幣，跟住限制原材料出口，同埋有限度咁樣批准其他製成品出口。一旦世界對中國嘅貿易實施禁運，香港再唔可能成為全球嘅金融中心。一方面，中國會阻止資金由香港流去海外；另一方面，外國會視香港為中國嘅一部分，所以香港亦都會成為被制裁嘅目標，因為香港嘅銀行好可能會幫中國去逃避國際嘅制裁。如果到嗰個時候，外國嘅公司、國際嘅投行都會撤離香港，有錢嘅香港人同埋專業人才亦都會離開香港，導致到資金外流，危及到港元嘅聯繫匯率。中國為咗保護香港嘅國際金融地位，佢會採取資本管制嘅措施，防止硬貨幣由香港流出，航運貿易會受到限制，入口嘅貨物會短缺，經濟會大受打擊，香港嘅經濟會更加依賴中國，令到中國同香港加快融合。喺外國人嘅眼中，香港再唔係進入大陸嘅一個通道，佢哋會轉去其他內陸嘅城市，或者其他亞洲嘅城市。以後香港國際化嘅色彩就會被淡忘。呢份報告唔係話台海一定有戰爭，佢主要係講，如果中國有考慮到經濟嘅話，佢就唔會攻打台灣，因為武力攻台之後所帶嚟嘅經濟制裁，佢要付出嘅經濟代價實在太大。同時，大陸內地會引起多個地方衝突，而呢啲衝突可能係好持久，破壞到大陸嘅內部，造成嘅破壞包括物資短缺、人口流離失所、社會秩序陷入一片混亂，咁樣就會影響佢嘅黨國體制，威脅到佢嘅政權。不過睇返歷史嘅教訓，好多戰爭都係由誤打誤撞咁樣搞出嚟嘅。中國可能會低估咗攻台而付出嘅經濟代價，低估咗外國要保衛台灣嘅能力同埋決心，又或者佢想測試一下自己嘅能力，測試一下對手嘅能力，或者佢認為
台灣嘅政策，導致到台灣必然會獨立。又或者領導人認為佢一定要喺某一日之前就要統一，如果佢唔採取行動嘅話，佢就會有嚴重嘅後果。你認同佢呢一份報告嗎？大家如果鍾意我嘅分享，請點讚、分享同訂閱，記得撳個鐘仔啊！拜拜。